疲勞駕駛有新規啊，查到一定罰你。各位揸車嘅老友注意啦噃，6月起疲勞駕駛判定咧迎來新規。今後判定是否疲勞駕駛，唔係只係睇你揸咗幾耐車，而係結合你嘅駕駛行為、你嘅生理狀態、出行軌跡綜合判定。統一要求，連續揸車4個鐘，你必須要停車休息，不得少於20分鐘。休息嘅時長唔夠20分鐘，一律認定係疲勞駕駛。客運車輛夜間管控就更加嚴格，10點鐘之後到第二日嘅6點行駛咧，連續2個鐘頭你就必須要停車休息20分鐘，而且24小時內累計駕駛時長不得超過8個鐘。提醒各位司機嚇，將架車停喺服務區唔熄火，留喺個車裏邊玩手機，唔算有效休息啊！有效休息需要同時滿足3點，部車開入服務區，正規嘅停車場停好之後，唔該熄火，駕駛人員不得坐喺駕駛位，一定要離開，缺一不可。唔同車型處罰標準唔同，營運車輛管控係最嚴格嘅。私家車、小型客車罰款200蚊，唔記分；普通貨車罰款200蚊，記3分；大中型客車、危化品運輸車嗰啲校巴罰款200，記9分。新規咧依據數據化判定你疲勞嘅狀態，唔再憑主觀判斷。執法部門咧會結合呢個車輛嘅設備啦、AI 監控啦、高速門架啦、北斗 GPS 核對行駛時長，車載嘅 DMS 系統會實時揸拍畫面，駕駛人單次瞌眼嘅時間長度超過2秒，頻繁打喊路嗰啲咁嘅行為都會被判定疲勞駕駛。以往咧僅靠行車記錄儀嗰種核對嘅時長啊，新規落地之後，若果發生交通事故，交警會倒查翻駕駛人近呢72小時嘅作息、工作、飲食，仲要有食藥嘅記錄，綜合認定你係咪屬於疲勞駕駛。如果疲勞駕駛已經成為交通事故定責嘅核心依據，就唔再只係參考項啦。一旦認定係疲勞駕駛咧，駕駛人通常要承擔事故嘅主要或者全部責任。保險公司可以根據呢樣嘢拒絕商業賠償或者降低賠付嘅比例。所有損失車主自己孭。長途出行建議咧，最好結伴同行，輪流揸車，交替休息。你感覺攰啦、疲勞啦，務必及時要停車，千祈唔好心存僥倖。唔該轉發俾身邊揸車啲親朋好友啊！疲勞千祈唔好死頂，出車前保證充足睡眠，唔好捱夜，唔好趕路。你唔好一次硬頂上去咧，就會造成無法挽回嘅後果。